咱这站叫做蒙古火车头，伊是平溪线上少年的一站。啊，不过伊的旧的名叫做庆和火车头。庆和是一间土炭公司的名。啊，当初为着要甲庆和土炭公司的土炭运出去，所以讲设一个火车头在遮。啊，后壁看到迄个是，阮遮讲是庆和的吊桥，吊桥已经断去啊，所以讲敢若剩2支吊桥跳在遮。啊，伊上早起这个吊桥的功能，就是为着要甲土炭为基隆河的右岸运输甲基隆河的左岸。啊，原来这个空地吼，其实边仔阁有第2段的铁路在遮。伊以前有一个困马啊，就是输送带，甲伊运输甲迄个车道顶悬，啊，互迄个台铁铁路甲伊运出去安尼。尾啊，因为无用着啊，所以讲就甲伊拆去煞啦。咱这站就是岭脚火车头，伊甲蒙古比较起来，伊比蒙古的年纪较大，伊这是一个老的一个火车头，伊甲蒙古的功能同款，拢是甲这附近生产出来的土炭运出去，使用。迄边遐有一个蔡家洋楼，蔡家有经营一个煤矿，叫做永昌煤矿，永昌煤矿的土炭就会集中在岭脚火车头运出去，遮的人口就比较起来，比蒙古遐较多，因为遮发展了较早，遮有迄个历史的记载嘛，非常的早，遮开咱的先民踮遮开垦的时间嘛非常的早。遮较后壁过，你会看伊这个铁基路小可安尼弯弯有一个弧度，所以讲有一寡人来到遮看到这个弧度，就感觉讲，敢若像人咧微笑共款。所以讲，就予伊一个足好的名称，都叫微笑车站。我后壁是岭脚瀑布，真侪人唔知影，伊是咱台湾第2大的瀑布，伊敢若仅次于十文寮的瀑布，基隆河的水都为伊瀑布的顶面流落，伊的宽度差不多在11公尺，伊的宽度差不多是40公尺，不过要看到伊的40公尺拢是有水流落来，无简单，因为阮遮已经是较晚基隆河的源头，所以讲顶悬的水无可能扣伤济为遮了来，除非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做风台的时阵，你才有可能讲看到差不多有40公尺较宽的水面为顶悬安尼流落。搁下骹就是迄个咱拄仔去的望湖，搁落就是十分，那望湖甲十分，伊拢有伊的瀑布伫咧，搁你若来遮佚佗，会记得来看这个瀑布。咱这个遮是平溪区的岭脚里，咱遮有英国花，也是咱平溪的特色，英国花恁看的拢是白色的，咱遮是彩色的英国花。咱的料理就是英国花水饺，英国花煎卵、英国花煮汤，搁咱遮的糋竹仔笋，咱平溪特产猪肠，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咱平溪区的岭脚里，来遮行行的散步，甲步调放慢一下，享受一下奋斗情。